ASICS 喺上年年底推出嘅 Super Trainer Mega Blast 咧，係我過去呢幾個月嘅最佳拍檔。唔經唔覺咧，佢已經陪我跑咗300公里啦。跑咗300公里之後，睇法有冇改變呢？咁啊，今集同大家做一次 ASICS 嘅 Mega Blast 300公里後使用報告。利益申報一下，呢對鞋當初咧係 ASICS 方面俾我去做呢個實測嘅。咁啊，實測影片之前已經推出啦，大家有興趣可以睇翻。呢條300公里嘅使用報告係我自己嘅自發企劃，冇任何嘅合作嘅。先同大家好快咁講下 Mega Blast 嘅基本參數先。Stat height 後踭45mm， 前掌37mm， heel drop 8mm。重量嗰方面 US 8毫半，左腳227g， 右腳228g。中底物料咧就係全掌嘅 FF Turbo Square， 冇入到板嘅。outsole 咧就係 ASICS Grip 嘅橡膠。至於鞋面咧就係輕量嘅工程網布。跑咗300K 啦，我呢一對 Mega Blast 變成點呢？咁啊，先睇下中底，有少少咧反覆壓縮形變之後產生嘅折痕嘅。咁啊，最近着呢對 Mega Blast 跑步時候嘅回彈啊，同埋緩震表現咧，就冇感覺到佢同新鞋落地嘅時候咧就有明顯嘅差別嘅。Mega Blast 中底襟用嘅原因，主要係因為 FF Turbo Square 本質上咧係 ATPU 物料，相比起另一熱門中底物料 PIBA。ATPU 擁有相差無幾嘅回彈同埋輕盈，但係耐用度咧係更加強噶，所以 ATPU 係近年 Super Trainer 同埋競速鞋嘅中底熱門物料。去到 outsole 嗰方面啦，咁啊有包住 ASICS Grip 橡膠嘅區域咧，用咗300公里之後，大部分嘅範圍咧都依然清晰見到啲坑紋嘅，咁啊有少少磨損啦。咁啊至於咧冇橡膠包覆嘅部分咧，我記得啱啱落地嘅時候，好快咧就已經由白色變成呢個啡色噶啦。不過咧都只係變咗色，磨損程度係十分之輕微嘅。咁啊至於鞋面、鞋脷以至係鞋領嘅填充物咧，同樣係幾乎冇任何嘅破損同埋磨蝕噶。整體嚟講啦，我呢一對 Mega Blast 洗乾淨嘅話咧，其實同新鞋冇太大差別嘅。咁當然啦，係因為我本身咧都唔算太重，而且咧我都有好多跑鞋去做輪換噶，平均一個禮拜大概着1至2次，唔算好密。咁啊呢一啲因素咧都有助延長跑鞋嘅使用壽命嘅。不過我都的確十分之滿意呢一對 Mega Blast 嘅耐用度噶。咁啊暫時睇啦，我估計跑500K 啊，甚至乎800K 以上咧都唔成問題噶。講完耐用度啦，大家最關心嘅肯定係 Mega Blast 嘅真實表現啦。咁我曾經着過佢跑 interval 啦，配速大概4分到4分20。咁啊着過嚟跑 tempo 啦，配速大概4分50到5分15。咁啊亦都試過咧跑長課，配速咧大概係5分40到6分10咁啊。咁啊喺度講明先啦。咁啊我列出配速咧係方便大家咧有個參考嘅。大家咧可以對照翻自己嘅訓練強度去評斷翻呢個跑鞋對你嘅適用度。咁啊配速咧並唔係一個硬性嘅規定數值嚟噶。咁啊 Mega Blast 啦，之所以成為我過去呢幾個月嘅最愛咧，主要係因為佢嘅配速兼容度咧係好高噶。咁啊幾乎咧能夠完美咁兼容我而家所有嘅訓練。咁啊我個人啦最中意着 Mega Blast 去跑一啲 tempo run， 既感受到跑鞋嘅輕盈啦，同埋充沛嘅回彈，再加上佢 walker shape 嘅鞋頭設計咧，步伐過度流暢又自然，唔會有嗰種硬推嘅介入感。如果我想跑一啲稍為有強度嘅長距離跑，比如15公里或者以上嘅 Mega Blast 咧，都會係我嘅首選啊！咁啊，除咗因為佢回彈好，鞋又唔重之外咧，最重要嘅就係因為佢嘅 cushioning 好強，對雙腳嘅負擔比較輕。今年年頭嘅渣馬半馬咧，我都係着 Mega Blast 去完成嘅，完成時間咧就係1小時57分，配速大概係5分33秒咁啦，感覺好正噶。咁啊，至於 Mega Blast 喺 interval 上面嘅表現咧，其實喺速度上面係唔拖噶，係應付到嘅。不過咧喺運動場過彎嗰陣時咧，總係覺得個穩定度咧係打咗少少折扣，咁所以咧我就比較少咧喺呢個運動場入邊着 Mega Blast 去跑。但係單就強度嚟講咧，其實 Mega Blast 係應付到噶。咁啊，至於 Easy Run 嗰方面啦，我就真係比較少着 Mega Blast 啦。咁啊，一嚟咧我都有其他輪換嘅跑鞋可以應付到呢個 Easy Run 啦。另外咧都真係唔太想大材小用，慳住用對鞋啊。咁啊，不過啦，我都試過咧，大概
概會着 Mega Blast 咧去跑一啲大約咧就6分10秒，接近我 Easy Run 嘅配速去跑長課嘅。咁慢少少嘅配速咧就坦白講唔係 Mega Blast 最適用嘅場合，因為佢嘅加速咧太自然啦。要刻意去放慢咧，先達到我想做到嘅 Easy Run 配速啦。咁啊，不過啦，Mega Blast 嘅中足啦，同埋後踭嘅鞋底闊度咧，都算足夠嘅。就算放慢個 pacing，令到個觸地時間延長啦，或者你體力不繼啦，多咗用後踭去着地咧，都唔會話對鞋覺得好唔穩定嘅，算係可以向下兼容比較慢嘅 pacing 噶。喺我心目中嘅 Mega Blast 的確係一對十分之優秀嘅無碳版 Super Trainer，所以咧我都要拎佢同現任無碳之王 Adidas 嘅 Evo SL 去做個對比啦。咁兩對鞋我都着過嘅，我個人感覺啦 ，Evo SL 射程範圍同樣都係好廣闊。不過由於 Evo SL 為咗減輕重量，大幅收窄咗個中底足弓位置嘅。如果進行一啲高強度嘅訓練嘅時候，集中用前掌落地啦，並且觸地時間短嘅話咧，Evo SL 的確可以帶俾你來自 Light Strike Pro 中底極活潑嘅跑感。不過啦，大部分跑者放慢速度嗰陣時咧，除咗觸地時間變長，着地位置咧亦都逐漸咁向後移到去中足，甚至乎係後腳踭。呢個時候咧 ，Evo SL 咧就會出現嗰種唔穩定嘅問題啦。腳踭咧係有少少左右搖嘅，有少少難 handle。所以咧 Evo SL 喺快速嗰陣時咧表現雖然好好，但係相比起 Mega Blast 咧就少咗一份向下兼容嘅特性。如果用訓練鞋嘅標準嚟講咧，Mega Blast 咧對於新手嘅包容度咧係會比起 Evo SL 高少少噶。另外啦，講到穿着體驗嗰方面啦，Mega Blast 咧就用到呢個 Gusset Thumb 嘅設計啦，係會比起 Evo SL 嘅分離式鞋脷咧就係比較穩嘅。另外啦，我跑步習慣咧都會落埋呢個承托鞋墊嘅。Mega Blast 落咗鞋墊之後咧，鞋內空間充足，係唔會壓腳背嘅。但係同一樣嘅鞋墊放落 Evo SL 嘅話咧，就會有少少壓腳面嘅問題啦。當然啦，呢啲咧只係我自己個人嘅腳型啦，同埋使用習慣嚟講，就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去睇下呢個細節嘅啫，就絕對唔係代表呢對鞋優或者劣嘅。講完性能，講翻一啲現實問題，就係價錢啦。相比起 Evo SL，Mega Blast 最明顯嘅缺點咧，就係佢比較貴嘅售價啦。原價講緊港幣1690蚊，真係可以買到一對頂級競速鞋噶啦。如果你一個比較 price sensitive 嘅人嚟講咧，呢個的確係一個問題嚟噶。不過啦，隨住 Mega Blast 咧推出咗都半年啦，佢已經開始有折啦。而家舊配色咧喺 ASICS 嘅香港官網咧就已經減到7折，大概港幣1180蚊咧就可以入手啦。如果你之前因為價錢嘅問題而令到你猶豫不決嘅話咧，咁而家 Mega Blast 打咗折啦，應該可以再考慮下啦。以上咧就係 ASICS Mega Blast 300公里嘅使用報告，最後咧都要戴翻個頭盔啦。我只係一個視跑步為興趣嘅業餘跑者，以上嘅實測純粹係個人心得，僅供大家參考嘅啫。如果你中意今集內容咧，就幫手讚好同埋分享俾身邊嘅跑友。如果你想定期收到最新嘅跑步裝備資訊，記得訂閱我嘅 Wasserman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你嘅支持咧就係我製作影片嘅最大動力。我哋下集見啦，拜拜。